俺人家邊還看到幾多的樂譜，讀音樂系當然都會有，比什麼多，一定會硬練嘛。錯。你剛他不是自己的願望，對啊。那練得很痛苦嗎？唔會呢，因為可能還是有一些天分吶。你那邊有去考過嘛？給很厲害的。錯。頭多你講我講到哈，小學5年生家下如去參加教育普辦的每個鄉鎮有，比如講屏東、高雄、台南有辦音樂自由支付優異的兒童，以外路路來選拔安尼啦。俺個代表屏東人呢，俺記得那3名。能挑選到3名，但是我哋今年都冇停，教育部都停止去送去到歐洲去，從就是沒有赴歐去培養這個兒童啦。我哋都加今年應該我記得民國58年係嘛，都停嘅啦。嗰時我哋都喺屏東訓練，我哋都同屏東嘅仁愛國小訓練。剛剛你應該提講，我有一個能力。我說爸爸問去拖嘅時間，你有考到誒，都去拖嘅。所以可能講有一個帶啦，有一個帶啦。咁講喺邊度有一個帶法嘛啦。都太好練嘅時間也不痛苦哦。亞路真是我講起路好彩，對完事也為基礎安尼打起了，因為都睇真是五花八門啦。因為每一個教書的派別啊，一睇你路點嘛，你同埋個太好，你假使講讀到要教書好，唔要去親校，我想要，但是你送也會考，你都必須愛你都愛過堂飯咗咧，真是太好五花八門的教書全部都親讀，我哋當然一批嘅是冇好選，一天都學校排，你體驗過去路地，我哋班方都在慢慢被淘汰下來。有啊，我哋班3個被淘汰下來啊。你是上講唔是做唔得？建議轉系啊。係哦。冇來同我一樣咧。喂呀冇，留下來嘅，冇路講，冇路一年拖下來，有的路再拖天1年下來啦。如果你拖下來，錯，是很順利的上來嘅，都有給權利可以線上嘅。那當然都先對位嘅，那天才教育部送出去嘅，教書嘅啊，所以其實講我哋太好信任嘅體嘅功夫，體好嘅功夫，你睇睇你1年之內嘅功夫全部有人講綁出來，你睇睇你。